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日间摇花神的云彩是伫帐幕顶面，夜间云中有火。伫以色列全家的目睭前，伫因所行的路上，拢是安尼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40章第38节。真侪代志是人袂明白的，也有真侪代志是人所毋知影。伫人的面前的路程，好亲像隔了一层的玻璃啊。伫玻璃啊还未拆开以前呢，就毋知影，也袂明白。真久的代志也无人知影。就是明仔载要有啥物新的代志发生，也无人知影。因安尼，一般人人生的路程，就感觉讲非常的渺茫，也无把握。因着去相命啦，问神、问佛、做法术、问祖先等等。但是呢，遐真正入啊真神的人，却毋是伫这种无把握的光景当中。因为神伫咱的心中藏着真贵重的宝贝，将咱人生的定担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，互咱人生无失掉方向，无亲像随着风飘来飘去的船，无一定的目标。伫咱一切事上，咱拢靠着真神，真神就引导咱行上正确光明的道路。虽然咱毋知影讲头前的道路，咱的神不但知影咱头前的道路，而且要伫咱人生的路程中保守咱、看顾咱、赐力量予咱，供给咱人生全程道路中间一切需要。亲爱朋友，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行路时阵，神日间用云条，夜间用火条。不但引带因，也保护因。这是云条，亲像帐棚搭着因，通好遮避着炎热日头来晒着因。夜间火光照着因的黑暗，通好来消除因伫旷野中间的寒冷，也更加互野兽毋敢来伤害着因。神不但用云条甲火条引导保护着因。真神也伫头前，伫咧影响着因，降到玛纳来养活因的需要，换照流出活水，互因会当止渴，随时随地来为着因陪伴物件。因的路上也无枵，也无吹打，炎热的太阳、寒冷的天气，甲凶猛的野兽也袂当伤害着因啦。因为安尼。咱若是伫人生旷野旅程中，咱来做一个比较，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，甲一般人确实有真大的分别。因为迄位有能力的神，时常甲阮同在同行。亲爱朋友，新的一年，你有想要来信靠耶稣，甲神做伙行无？你毋通轻易就将这个福音甲伊放杀。一生来失去信主耶稣的机会，安尼就非常可惜了。阮欢迎你，甲阮伫新的一年内面，甲真神主耶稣基督会当同行。伊要用着真理的圣灵，正做云条、火条来引导你人生正确安稳的旅途。日间摇花神的云彩是伫帐幕顶面，夜间云中有火。伫以色列全家目睭前，伫因所行的路上，拢是安尼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40章第38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参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。
感谢你收听。